第3章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现在写互恁的是第2张批，这2张批拢是提醒恁，激发恁诚实的心，叫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讲的话，甲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予恁的。第一要紧的，应该知影，伫末世的确有爱祈求的人，随趁家己的私欲出来祈求讲，主要降临的应允伫倒落呢？因为对列祖困了以来，万物甲起初创造的时阵，犹原是一样，因故意袂记得。对太古凭上帝的命令有天，搁对水来出，借水来行的地，所以安尼，当时的世界，雨水淹没就消灭啦。总是现在的天地，要是凭着迄个命令遵守，直直留到无敬虔的人受审判，拄着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有一项事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主看一日亲像1000年，1000年亲像一日。主所应允的犹未成就，有人掠做伊是眼前，其实毋是眼前，就是宽容恁，毋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就是愿意人人拢悔改。总是主的日子，特别亲像贼来到一样。迄日天的确有响声回去，有形质的拢要互热火消化，地甲迄顶面的物拢要烧尽啊！这一切既然拢要安尼消化，恁做人应该着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。伫迄日，天要互火烧就消化，有形质的拢要互热火融化。总是咱照伊的应允，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徛起伫其中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恁既然望这个事，就着温群，互家己无有目拉山，无通指摘，安然见主，并且着用我的主长久吞忍做得救的因由，就亲像阮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照着所赐予伊的智慧，写批互恁。伊一切的批顶，也拢是讲论这个事。批中有一寡恶明白的，遐个无学问、无坚固的人讲解，亲像讲解别项的经册一样，就自此沉沦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恁既然大声知影这个事，就着提防，行了互歹人的错误游戏，就对家己坚固的地步上对落。恁却要伫阮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予伊，对担直到永远。阿们。